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好，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神非常的爱我们，他跟我们说，若有2、3个人奉他的名在这个地方聚会，他就要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来跟我们来向神来献上敬拜。阿们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开口跟他说。神的子民何以聚集，热切期盼遇见你，天要敞开，神的道传遍，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。期盼遇见你，天要敞开，神的道传遍，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喜乐的江河在这里，荣耀彰显，奇妙神迹彰显你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。你要相信吗？喜乐的江河现在在这里，神的荣光也要在这里。期盼遇见你，天要敞开，神的道传遍，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喜乐的江河在这里，荣耀彰显，奇妙神迹彰显你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喜乐的江河在这里，荣耀彰显，奇妙神迹彰显你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，你的灵在这里，这里就有自由，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，一山到海信息，坚定不断升起，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。你的灵在这里，这里就有自由，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，一山到海信息，坚定不断升起，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喜乐的江河在这里，荣耀彰显，奇妙神迹彰显你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，在这
来跟神说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喜乐的江河在这里，荣耀彰显，奇妙神迹将显明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，荣耀彰显，奇妙神迹将显明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，荣耀彰显，奇妙神迹将显明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。天上的国度要降临在这里，全地遍地。阿们。阿们。请坐。